组镇的登山社区有一位农民用山拿的山泉水伫山拿种椴木香菇，伊主要是用橡树木和枫香木来培养香菇。不过伫种的过程爱注意气候、温度，搁有水汽。另外，嘛要注意甲椴木平平。即捆去就死去的，所以讲一空一空，无死去的这你就无空。 伊这袂发菇，这哪会发菇？农民都用种家己有种香菇，而且坚持用椴木来种香菇。香菇因为吸收椴木的养分，和大蕊香菇生了真大蕊，搁真有芳开，和种伫太空包的香菇无共。菇类上介芳，搁上介嘛上介有营养的，营养上悬。香菇会当当180度安尼煮吼，伊迄个吼袂破坏伊迄个成分啦，会堪即耐煮啦。伊嘛希望家己种的椴木香菇会使变做登山社区的特色，吸引外地游客来到偏远的山区旅游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